书第2章，吼，啊，我为第7节开始。其实咱先讲的提摩太前书第2章开始，拢是咧讲，礼拜时阵、聚会时阵的情形，吼，毋是一般生活的情形，是聚会的时候，就是基督徒聚会时阵爱注意什么款的代志，吼。啊，第8节开始就讲，这是有关男人的部分。查甫人的时阵，伊讲。我爱查甫人，举起神的手，无受气，无摇疑，逐所在祈祷。迄个摇疑的原文吼，上好是莫翻做摇疑吼，无受气，无争端吼，无背白，无安尼冤家吼。伊讲下早讲过啊，第2章拢是咧讲聚会的时阵吼。伊讲，若是查甫人。我愿意用举起圣洁的手，吼。咱来解说一下，什么意思叫做圣洁的手，吼？这甲旧约的传统有关系，吼。就是讲，伊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因祈祷的时阵，吼，拢是举双手，吼。这伫最迄个雕刻也是图画拢知影，吼。啊，因是聚会时阵是犹太人举手在祈祷的，吼。啊，什么叫做圣洁的手？这是伊旧约一款的礼仪吼，就是手洗清气，代表是圣洁的吼。啊，毋过伫遮保罗咧讲的重点，其实毋是咧讲举手，嘛毋是咧讲洗手吼。啊，甚至保罗嘛无去讲到伊祈祷的内容。伫遮看会出来吼，保罗咧讲的是，查甫人恁祈祷，伫聚会祈祷，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恁伫道德生活上面要合宜，吼。尤其伊用无愤怒、无争端来做一个比喻，吼，就是讲，毋通甲你个人的受气、生活顶面的代志带入来聚会敬拜上帝的时阵，抑搁伫遐咧纷争，抑搁伫遐咧冤家，吼。所以这个。聚会内面的祈祷，迄个焦点、重点爱转来上帝面头前。啊，若讲这是咧讲查甫人的部分哦，伊无讲介济，吼，干那这一句尔。啊，内你就知影这段经文较济的部分是咧讲啥物啊？妇女的部分，妇女人的部分，吼。伊讲。我爱妇女人，伊的打扮在素素，吼。那用和本的翻译就是讲，爱廉耻、自守、衣正派的衣裳，吼，就是打扮在素素，啊，用廉体、守己，吼，家己装塔，吼。他讲廉耻，吼，即马的翻译拢翻廉耻，其实意思就是爱端正啦，吼，爱端正。啊，守己吼，就是节制的意思。啊，那正派衣裳，咱讲合乎体统，咱安尼来了解的，较袂怪怪吼。就是讲，妇女人，你咧聚会时阵，吼，你的行为举止爱端正，吼，爱节制，啊，装塔爱素素，吼，合乎体统。我会记起吼，我细汉的时阵。定听着讲，你若爱礼拜要司琴的吼，拢爱安那？拢爱穿裙吼，啊，有这个印象无？吼，拢爱穿裙吼，服侍一定爱穿裙吼。迄就是进前认为什么叫做合乎体统的穿着啦吼。即摆咱讲有安尼咧强调，较无吼。不要穿得很暴露就好了哈，是不是？我会记得我细汉要做礼拜吼，我妈妈拢甲我穿迄个上整齐、上好的衫，安尼，吼。啊，即马咧，汗衫就穿来了，有没有？吼，就是无共款的时代认为什么叫做合乎体统的装扮吼？
这个是咧讲较外表的部分。哦，伊讲袂少，伊讲恁得爱合乎体统的装扮吼，爱表现出来你是敬畏哦、敬虔上帝的福音人。所以你若要成做一个敬虔上帝的福音人，恁敢是爱去注重恁的头毛安怎编，也是有迄个黄金、金迄个装饰品，哦，珍珠啊水的衫，敢是安尼？啊是讲保罗讲的，爱有啥物货？善行吼，好的行做，成做恁的砖塔，啊，毋是遮的外口水的那尔吼。其实咱长老会的传统吼，真正是做礼拜的时阵吼，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看遮的妈妈阿嬷吼，做礼拜时拢是穿安那，金光长长棍有无？吼，水气线条吼。迄拢做礼拜迄天，礼拜日拢变成是迄个服装的表演，是无？吼，其实毋过随着时代过，安尼10当20当，定做较无安尼吼，是毋是？吼，即个情形较少吼。保罗伫遮嘛是咧强调吼，伫迄个时阵，妇女人你所爱注重是啥物货？吼，是他们安怎的？编织吼，迄是罗马帝国时阵最注重的吼，也是遮的装饰品，也是遮的最水的衫吼。伊讲的是善行吼，你若去对应头前讲的，迄查甫人，伊讲大概举迄圣洁的手祈祷吼，因安那，无受气，吼，无冤家吼，这嘛是注重那个品格的生活，好，伊不止吼，我讲这段拢讲保罗这段咧教示妇女人的部分较济。伊讲你若要真做伫聚会内面是一个敬畏、敬虔上帝的妇女人的时阵，你得安怎？恬静，爱顺服来学习。不准你讲道，不准你教示啦，嘛不准安怎？管辖查甫人，不准管辖男人，爱安那一直强调爱安静，爱恬静。哦，哇！你若听咧，你感觉安怎？各位这不要小看这几段经文吼，即马一直到21世纪啊。阁有介济基督教的宗派是不准红牧的时阵是无甲妇女人红牧的，好，就是说没有女牧师啦。咱弟兄会有没有女牧师？有吼，很多。有些教派是没有，刚刚女人只能当到传道哦，只有女传道，无女牧师吼。这个跟保罗的教导是概有关系吼，不要以为这几句话好像无要无紧吼。真正是影响很大，吼，因为遮教讲无准伊安那讲道呢，无准伊教示，或是说翻成不准他讲预言，吼，都是不准他讲上帝的话了，吼。可以变成呢，这是不是一种性别歧视？是不是啊？一种性别歧视，你不只是你穿的底面红限制，大家佫叫你安那爱恬静，爱恬恬，爱顺服，学习，无准你教导，嘛无准你管查甫人吼。咱会当想讲，这个是不是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所以有这样的教导？迄个，咱会当想想，保罗是代表1世纪，咱即马咧，咱现在不算20，咱算21呢，2000当进前的代志，男女有平等无？没有吧？男女不平等，而且拢是父权的文化下面的社会，拢是父权的社会，咱会当理解，
保罗安尼教示吼，好像是可以理解哦。哦，无论你妇人人外敖，还是外在捌上帝的话，毋过因为你查甫人地位较悬，所以妇人人袂使教查甫人，吼，啊袂使管查甫人，吼。伫其他的所在，保罗阁有讲到，啊，你若毋捌，你着安那，转去厝里问恁翁，吼，这个是不是很严重的性别歧视？吼，算是。啊，毋过保罗是安怎？伊写甲理所当然吼。尤其咱今日的经文无写出来，就是后面，他下面保罗伊在解说伊是安怎安尼教示的时阵，伊去用亚当甲夏娃的例，伊用到亚当甲夏娃的例是介严重的代志，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前，是上帝讲安那。上帝创造的时候，他说：“上帝看为安那好的。”好，这变成是犯罪。他保罗用人为犯罪进程做一个例，伊讲是亚当大先受造，来然后才是夏娃，所以伊甲查甫人放伫头前，而且伊阁讲，毋是亚当去互欺骗。是妇人受欺骗，啊，甲陷落伫罪内面。伊意思是讲，毋是亚当互抓骗啦，是啥互抓骗？是夏娃互抓骗。所以伊用旧约即个例来支持保罗讲，妇人得点点，爱安静，袂当教示，袂当管下查甫人。哦，他这个立论就变成很坚强。好，其实吼。即马咱的查经班在查创世纪吼，啊若去斟酌去看，虽然是蛇伫甲夏娃伫讲话，吼蛇伫引诱夏娃，啊，迄个时阵亚当伫对，当蛇伫引诱夏娃的时候，亚当伫对，介先无写嘛？有人讲啊，亚当伫田伫做工啦，无啦，迄阵根本不用种田的吼。是先跟下前册是人堕落以后吼，要辛苦的种田才有东西吃吼。其实看会出来吼，就是伫迄个文本内面看会出来，当蛇伫甲夏娃伫讲话的时阵，亚当是伫边啊，吼，亚当是边啊，无出声，无讲话，吼，拢是夏娃伫讲话，啊夏娃来主张吼，所以毋通。亲像保罗伊的解说，哇，亚当是无辜的吼，啊，敢若夏娃呐，吼，自作主张去互骗去吼。即马介者学者拢认为即款的解说无啥妥当吼。啊，毋过你看，保罗伊要用旧约的经文来支持伊的教示，讲妇人人得安静，得点点。我认为是伫迄个时代真正最坚强的一个情形吼，我无认为这是一个性别的歧视吼，因为伫迄个时阵，妇人人是无法度受造就的，吼，就是讲伫保罗的迄个时代，妇人人是不受教育的，尤其是有关神学的知识，就是旧约。圣经妇人人是袂使看、袂使互教示的吼，敢真正有遐严重？在座吼，咱介侪兄弟吼，一定捌看过这个电影《杨朵》，有看过无？不要装年轻。杨朵迄个芭芭拉史翠珊有没有印象啊？没有，你不要装年轻。芭芭拉史翠珊哦。他在演，他当导演吼，然后他自己也下去演。伊咧拍这个电影的剧本，他是在讲真实的故事啊。那个是什么时候？是1908年吼，等于是20世纪初的时代。在讲犹太人的族群里面哈，哪一国的犹太人忘记了？好，伊咧讲伊迄个犹太人的族群。不准女人受教育啊，尤其不准女人去成为拉比，拉比的是犹太人的老师啦，对圣经
受到造就，以后是要解说圣经的，啊，伊只好怎么样？女扮男装，好，啊，就混进去那个全部都是男生的群体，啊，得好受教育，好，啊，从爱到一个男主角，一个查甫的，啊，不过迄查甫认为伊是查甫的，好，所以那个男生是爱上另外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爱上杨朵，爱上芭芭拉史翠珊，啊，女生以为那个芭芭拉史翠珊是男生。这个剧情比那个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再复杂一点，有无？好，就是讲，那个芭芭拉史翠珊女扮男装吼，她爱上那个男主角啊，男主角爱上另外一个女生啊，女生爱上芭芭拉史翠珊啊，然后这故事就一直下去。好，后来结局是什么？我忘记了。一个攻下已经到了20世纪了，然后上个世纪。好，20世纪1908年呢，抑个福利人啊啦，袂使受教育，唔是无受教育，而是不能不可以受教育。伫台湾200当进前，福利人受教育有这平常不？也没有啊。100年前就已经不平常了。咱来想看卖啊，2000当进前保罗的时代。福利人当然是无法度受教育的，啊那无法度受教育，要安怎教示？要怎么教导？所以保罗那时候他的强调是正向的，伊无爱互福利人起来管查甫人，伊无爱互福利人伫聚会时阵起来讲道，因为无这个空间，没有这个机会。互福利人成做一个拉比，也是成做一个对圣经作识的，会当真正抓到旧约，也是耶稣基督教示的精神，所以这敢真正是一个性别歧视。我认为保罗伊所注重的，毋是因为伊是福利人，伊袂使教示，是因为伊无受教育，所以伊袂使教示。所以我认为，咱若用即摆来看。这不是性别歧视，这是聚会的分工。什么意思？就是讲，伫聚会时阵，你是一个有受到神学教育的人，你会当讲道；你是一个熬祈祷的人，你祈祷；你是一个即阵人爱唱歌，用声音来敬拜上帝。恁就是圣歌队。这是一个聚会的分工，无关性别。不是性别的关系，是有受到教育还是无的关系。所以各兄弟，咱若要甲提摩太前书2章保罗的教导，这款的教导，就是讲查某人、妇女人，大家恬静，大家顺服学习，袂使教导，袂使管辖查甫人，这样的教导，若要应用到即马台湾21世纪的时阵，变做安怎？变成什么样的教导？是毋是抑搁咧强调妇女人袂使讲道，妇女人袂使管查甫人，爱大家顺服学习，大家恬静，大家静静，会变成这样子，还是一样吗？还是一样照字面来应用到咱即马的教会吗？毋是。若是我的解说，毋是因为性别，是因为无受教育。你若要应用到即马的聚会，伫台湾21世纪的聚会，保罗伊的教示大家转换成什么？转换成你若无受到较好的教育，你若无受到神学的教育，你的圣经若无够熟，你若拢无咧读圣经，你敢有适合徛伫讲台伫讲道，就变做无适合。所以重点毋是你是查甫人还是妇女人，重点是你是毋是有受到即款的训练甲教育。所以咱伫无共款的时代咧看的时阵，这圣经的教示
咱要再多一层去思考。尤其是伫咱基督教、基督教、犹太教、甲伊斯兰教这3个宗教是非常注重伊的经典，好 canon 当做是个正典的宗教，好，伊别忽然间讲有一个教主，现在有个教主讲了什么话，或是讲什么款的指示，然后就变做迄边去呗。咱所有的生活行为的准则，拢走倒来对，各位兄弟，走过来圣经，圣经安那写，咱就安那做，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啦？圣经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做，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好，不是啊，是圣经这么写背后的精神是什么，我们就怎么做。就是讲，保罗伊要伫第1世纪、第1世纪，伊要讲互迄个时代的人明白的时阵，伊就要用第1世纪听有的话甲因讲。啊，毋过第1世纪听有的话，敢一定有适合咱21世纪的人来听？无，那个表面的字句，咱一定要甲还原。回去伊本来的精神是啥物货？啊，用迄个精神，佮用咱即马21世纪的话讲出来，较会当去掠条圣经要讲啥物货。所以，毋是照圣经所写的来遵守，是照圣经所写的背后的精神来遵守。一个真不幸的情形，就是教会经过2000年安尼的传承落来，常常是甲一些做法、一些传统传落来，无拄拄啊好甲背后的精神传落来。好，我因过捌举一个咧，讲吼，他们在笼子里面关了3只猴子，3只高山啊，有听过无？啊！伫迄个人啊的上顶面掉了一个香蕉下来，哦！啊，这3个高山啊，就安那，想要去食迄个香蕉，吼！啊，这3个高山啊，若开始动，外口的人就用足强的水枪吼，去喷这3个高山啊，吼，因就喷到走无咯，吼，会疼啊，走无咯，吼！啊，即摆伊安静落来。无去摕香蕉，就无喷。啊，即摆若挡袂牢，猴子要去拿香蕉，就开始安那，开始喷。吼，所以即摆3只高山拢毋敢动，看到迄个香蕉安那，拢毋敢动。吼，即摆甲一只揪出来，换一只新的高山入去。新的高山入去看到啥物？香蕉。吼，伊就想要啥物？去摕。啊，其他2只会安那，装甲站对无？装甲掠去，无爱互伊去摕，因为其他2只高山知影，伊若去动迄个香蕉，就有啥物？就有水会来喷吼。迄只高山就足奇怪，伊要摕香蕉2只，无爱互伊摕，吼。即马佮甲剩迄2只知影水枪的高山。佮换一只起来，佮换一只新的入去，新的要摕香蕉，其他2只哪？嘛是甲掠咧，甲拍，吼，啊变做毋敢摕香蕉，反正变做有人要去摕香，有高山要去摕香蕉，就会去互拍。啊，即马甲唯一迄只佮知影有水枪的迄只高山嘛，甲安那，甲换出来，佮换新的高山入去。即马这3只高山啊，拢毋捌互水碰过哦，对无？啊，毋过迄个铁笼子内面有一个文化就出现啊，就是讲若有高山啊要创啥，要摕香蕉就会互拍，吼，这个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就流传了一个传统，会当摕香蕉袂？袂使摕香蕉。啊，原因知影无？毋知，因为迄个水枪的故事已经安那。
无去啊，敢若流传什么？袂使摕金蕉哦。啊，你讲啊，这高山啊啦，结果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影片，一个心理学家的影片哈，底下的诊所外口盖着病人在等那个叫进去看病，他就安排，比如说10个人、10个人坐伫外口咧听好，伊就安排3、4个，听到响，因就徛起来，即马就搁坐落，听到响，这3、4个就徛起来，搁坐落，剩其他的人，因是安怎？较无代无志，听到响就徛起来，所以其他人嘛安那，嘛徛起来即马一个拢叫入去啊，叫入去，有新的病患安那入来嘛是共款咯，听到响就安那，就徛起来，迄个新入来的病人拢讲。这奇怪，恁是安怎听到响就徛起来一届、2届看因徛起来了，第3届伊嘛徛起来说毋是高山啊尔，到尾大家拢毋知是安怎来徛起来，嘛是讲徛起来只要那个诊所外面听到响，大家都安那拢徛起来你问为什么？无人知影为什么。伫保罗的时代，理所当然的教示。妇女人在安那？点点，爱安静，爱袂使管查甫人，袂使教导。伫保罗的时代，有伊的道理无？有啊，虽然很强烈的父权，毋过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妇女人就无受教育，因就袂使看，袂使去接触上帝的话。若是安尼的话，伫聚会的时阵，妇女人较有法度会当讲道，袂使。所以保罗伊的教示伫伊的时代是理所当然。毋过渐渐，人类社会，妇女人会当受教育袂？会啊。妇女人的观点看法，拢输查甫人吗？袂啊。即摆有介济妇女的神学家，因的观点拢真正足水足好，是以前在父权社会下面的神学家所无看到的物件。像之前有一个妇女神学家来台湾，我们有翻译他的书，有参与一点工作，伊来台湾。来演讲，就去听他的观点真正是用查甫人的观点看无到圣经，你读圣经看袂到的所在我忘记我出袂记这个名伊提出非常多的观点是本来拢用查甫人的立场去读圣经的时阵所看无的，很多的提醒，很多的挑战，就是讲。当一个世代，妇女人会当受教育，伊会当甲查甫人平平来亲近上帝的话，平平有这个权利来解说圣经的时阵，人感觉好通摕21世纪进前保罗的规定，来压制21世纪的女人，说你得爱点点，你得爱一味的沉静。你得爱顺服，得爱顺服学习，袂使教示，袂使管辖查甫人，安尼敢有妥当？所以各位兄弟，咱人安尼看圣经，会不会觉得比较有盼望？各位姐妹啦，有没有比较有盼望一点？居然上帝没有重男轻女啊！会不会觉得比较有盼望一点？所以各位兄弟，因为我刚讲的因为咱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是所谓经典的宗教，圣经上大，那个天主教那时候宗教改革的时阵，天主教笑咱基督教讲，基督教说天主教有一个 Pope 有那个
教宗，对不对？好，阿姨公，你们基督教也有教宗啊，另一个教宗叫做 Paper Pope， 吼，就是圣经变做另一个教宗啊，吼，就是恁无论什么款信用的行罪标准，都是以什么？以圣经为标准。这样不是不好啊。不过如果咱无要经过解说，只是圣经怎么写，咱